呢家係 Cloud 又嚟同大家開新一期嘅 Pokemon TCG。對上一次咧就同大家開咗呢個火箭隊的榮耀，火箭隊嘅榮耀啦，我啊只能夠苦笑啦。大家未睇過又想睇我開得幾咁慘咧，就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。咁啊，今期咧開呢一彈咧，正等到啦，出來了啊！我為咗準備呢一彈啊，特登着黑白色嘅比卡超啊，同埋黑白色嘅卡套都準備咗啦。點解呢？因為今期輪到合眾地區啊，就係捷克羅姆同埋萊希拉姆，漆黑伏特同埋純白閃焰，等到了，等到了。今期咧非常之特別㗎，大家會見到其實佢雖然咧冇寫話咩係強化擴充包定係咩高級擴充包，只不過佢哋咧就好似高級擴充包咁樣，每包咧就必定咧有2張閃㗎 ，AR 嘅量啊，即係 Art Rare 嘅數量嘅種類係多過晒其他所有嘅 Rare 嘅。好誇張，所以佢表面上咧就話係得150款左右啦，但實際上加加埋埋咧係350款左右。同埋佢今期又有特殊嘅面閃啦，即係佢底咧會閃呢啲精靈球啊，甚至乎大師球嘅圖案嘅。同埋多咗一款稀有度叫做 BWR Black and White 嘅 Rare， 因為佢成張圖咧都係用純黑白嘅印刷㗎。其實佢令我諗起若干年前咧，佢哋都有出過捷克羅姆同埋萊希拉姆嘅 SR 卡，而嗰張 SR 卡咧都係好黑白下嘅，只不過佢個火系同埋雷系嘅嗰個 icon 咧就用翻黃色同埋紅色做底。咁我覺得嗰張卡其實都幾靚，但係佢今期咧就純黑白咧就，我覺得好似唔係咁好。同埋最有特色，今期係完全冇競技場卡㗎。所以大家中意玩控場咧 ，sorry 啊，用翻之前嗰啲啦。咁啊，但係咧有一啲特殊能量又好癲嘅，啊一間有機會同大家介紹下。好啦，咁啊廢話少講啦，咁啊同大家逐個雙開啦。咁啊既然 B 按字母開頭應該係 B 就前啲，咁就開咗呢個漆黑伏特先。同樣地啦，掃呢度咧就可以睇到個完整嘅卡 list。珠江鏡頭繼續，好。開波，咁啊，一如以往，不如剪晒先啦。好，呢張咁啊，唔通就係傳說中嘅問卷卡？冇錯啦。問卷卡今期有咩嘅？下邊有呢個精靈嘅一啲圖鑑咁嘅東西嘅，定係佢張張都係咁嘅？睇下咩料先啊！牙搬運小將騰騰蛇 ，OK， 真菇。咁啊，大家會見到呢個就係所謂嘅鏡面閃啦。咁啊，呢隻係精靈球嚟㗎，係咪？係啦，精靈球嚟嘅，將自己所有嘅精靈各恢復40 HP，幾好用啊呢隻。好，佢嘅 R 咧，今期都係咁樣嘅，打橫閃嘅，我覺得幾型，但可能有啲朋友仔唔中意。火神鵝、圓蓋海龜，喂，2張真菇喎，呢張容易啲睇啲喎。係啦，咁就大家會見到一包已經有2張閃啦。特殊鏡面同埋普通 R， 咁啊呢個已經係最差嘅卡包嚟㗎啦。張張都唔同㗎喎，今次呢個係龍頭地鼠。咁啊，不如咧今期咧就每一包有雷系嘅呢個圖鑑咧都送一包啦。咁所以依家就有1包啦。好，咁啊之後就逐個鐵條先冚住先，俾大家驚喜。藍蟾蜍、石居蟹、燈火幽靈，今期嘅第一張 AR， 呢張 AR 都幾靚喎，我覺得。蓋蟲。好，同埋保底嘅 R 卡，歐柏路翁、花爺園、慢。好，第3包，白足蜈蚣、雙卵細胞球、黑眼鱷、石居蟹嘅面閃嚟嘅。修建老將個特性都幾癲，呢隻精靈嘅最大 HP 咧係根據翻你身上附加嘅每一個格能量再額外多40喎，即係例如你去到出招咧，如果你如無意外全部4個都係格能咧，即係300血呢隻嘢係。N 的謀劃，選擇最多2個自己嘅備戰精靈嘅身上附加能量轉移去戰鬥精靈度。蜈蚣王、電飛鼠、羅釘地鼠、單卵細胞球，咁快有第2張 AR 咯喎，今期嘅 AR 嘅倍率會唔會高啲啊？今期第1張 2R 美洛耶塔 EX， 佢第一下扣30，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再扣多80咯，就扣81，都速攻嘅，同埋佢嘅特性咧就等你先攻嘅第1個回合都可以打到，之後拗81都幾痛。好，群兒小姐
奇洛律鼠。混混樂驅刀小兵花椰猴。泥偶小人嘅面閃。東元紅。岩電居蟹。蟾蜍王。豆豆甲燭光靈噴嚏紅。寶可裝置 3.0， 查我自己牌庫上方7張，咁啊揀其中一張支援者卡俾對手睇完之後夾手牌。鏡面線俾黑牌嚟，好靈鏡能量呢張能力幾得意嘅，係特殊能量，但係如果你用喺進化精靈度咧，只係普通能量嚟嘅啫。咁但係如果你用喺基礎精靈咧，就可以視為任何屬性嘅精靈，唔係任何屬性嘅能量。哇！如果任何屬性嘅精靈都幾癲喎，即係隨時都可以恰對方嘅弱點嚟打啊！FF 世界，好騎士蝸牛、騰騰蛇、泥偶小人、燃燒蟲、雷電雲鏡面閃、雙虎戰龍、氣球，復刻翻喎 ，Retreat Cost 減2個。頭摔鬼、青藤蛇、差不多娃娃、冷水猴、哎呀球菇、普通精靈閃。好，今期嘅第2張2R啊，呢張嘅特性都幾好用㗎。金屬信號係可以咧喺你嘅牌庫入邊咧揀最多2張鋼屬性嘅進化精靈，只要喺備戰區都用到。咁啊，防護充能就係扣85之後咧，佢仲可以免傷30添，喺下個回合。正達摩忽忽、敗露球菇。蓋蓋蟲、藍蟾蜍、泡沫栗鼠、燃燒蟲。開 OK， 特性皇家星門都 OK 嘅。佢話只要你嘅精靈喺場上面咧，自己精靈所使用嘅招式咧，對對手戰鬥精靈可以扣到20血嘅。實用嚟講都 OK 嘅。只能夠咁講啦。青草命令扣85嘅，咁啊要儲3毛。如果希望由自己牌庫揀任意最多3張卡加入手牌並且重洗牌庫，其實係 OK嘅。如果你講實用性嚟講，好劈斬司令同埋保姆曼波。保姆曼波都幾好啊！佢嘅特性，即係佢可以call 翻啲普通嘅基礎精靈啊，70血或以下基礎精靈卡，坦坦地又容易走，唔錯唔錯。OK， 雖則唔係我想要嘅，不過始終都係 XL 啦，入翻卡圖啦，入翻卡圖啦，為表示尊重。OK， 禿鷹丫頭、麻麻小魚、牙牙、修建老將、肋骨海龜、岩電居蟹、幾何雪花、單輪細胞球、係呀球菇、火紅不倒翁、水晶燈火靈、土地雲、禿鷹拿、麻麻鰻魚王。我而家係比較期待大師球閃係邊張呢？冷水喉流、泥偶小人、車輪球、花椰園。俾一提嚟，好另一巨人能量硬幣呢張真係我一定唔會用咯，要擲2次幣，仲要2次都要正面先至可以喺牌庫度揀一張基礎能量卡附喺自己精靈身上。佢係可能好在可以即時叉到嘅，只不過要擲2次幣嚟，對我嚟講真係地獄。咕咕鴿、咕咕咕、圓蝌蚪、差不多娃娃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好。雙虎戰龍、東元紅、群兒小姐、高傲自雞、燭光靈、石居蟹、沙靈仙人掌、搬運小將。好，今期第3張2R遊雷姆 EX， 夢夢食、冷水源、噴嚏熊、黑眼鱷、食夢夢、寶姆曼波、修建老將、麻麻曼、淡漠忽忽、羅釘地鼠、小灰怪、豆豆甲。OK， 羅釘地鼠嘅 AR 應該開齊㗎啦，如無意外就開齊啦。第3張 AR， 水晶燈火靈、寶夢裝置 3.0， 寶可裝置啫，寶可裝置 3.0， 大字怪。
虎牙龍、燃燒蟲、百合根娃娃、東元紅、雷電雲、圓蓋海龜、流紋鱷、陳舊的背蓋化石、驅刀小兵、搬運小將、幾何雪花、雙虎戰龍、寶武萬波、人造細胞卵、電飛鼠、鐵骨土人、雙卵細胞球、百足蜈蚣，係大師球閃，係百足蜈蚣。今期啲運真係麻麻地啊，真係。好，咁啊，今期嘅應該最後一張嘅 ER 啦，龍頭地鼠 EX， 博士研究經常出現啦，呢個唔使解釋啦。奇洛綠鼠、花椰猴、火紅不倒翁、百足蜈蚣，係喎，仲有一張 AR 嘅咩？咁好嘅咩？哦，有4張 AR 都好，水晶燈火靈嘅 AR， 火神鵝、蜈蚣王、真菇。簡單總結下啦，15張特殊鏡面閃啦，每一張係大師球嘅特殊鏡面閃啦，4張 R 啦，5張 2R 啦，4張 AR， 同埋保底1張 SR。公佈埋呢一堆，到底有幾多張係雷屬啊？逐張嚟，逐張嚟，好似都 OK 多喎。好，捷克羅姆1張先，龍頭地鼠、郡主蛇 ，sorry 呢度咁樣，頭先好啦。美洛耶塔、換嘟嘟、海路迪歐係喎，真係張張都唔同咁滯喎。尤雷姆、蓋洛塞克特，第2張捷克羅姆。海路迪歐、萊希拉姆、蓋洛塞克特開始有啲重複啦。尤雷姆、郡主蛇、美洛耶塔、換嘟嘟、蜂妖精、爆炸頭水牛、龍頭地鼠、美洛耶塔。咁佢應該撈埋嘅喎，即係黑白都係呢堆卡嘅咯喎。捷克羅姆即係呢個差福特就送2包，因為有2張係雷屬。唉，開成咁，唯有寄望呢一盒啦。佢係兩邊 balance 嘅，都係表面寫86種。同樣地，轉個鏡頭繼續。好，咁啊，同頭先一樣啦，都係展開晒先繼續啊。哭哭面具、迷你兵、小約克 ，OK， 鏡面閃、熔蟻獸、大劍鬼，呢個特性幾好用㗎，喺自己回合可以用1次，將自己嘅戰鬥精靈同表演精靈互換，然後咧對手可以將自己嘅戰鬥精靈同表演精靈互換。始祖小鳥、滑稽演員，呢個我麻麻地。因為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呢個咧又係冇錯，又係雜幣嘅，就係話咧雙方首先將自己手牌放翻牌庫度先，咁啊然後咧自己擲1次幣，擲到正面咧就由牌庫度抽5張，對手抽3張；如果擲到反面咧，自己抽3張，對手抽5張。滑滑小子、地幔岩、雷電蟲、探探鼠，咁快開到啦！大師球閃啊！點解又係啲普通卡大師球閃啊？因為頭先個樂係咧暗色咧，就唔係好睇到個大師球點樣閃。呢個就明顯啲啊！冇錯，就係咁樣噶啦。索隆亞克、敏捷蟲、赤面龍、索羅亞、翻手龍、斑斑馬。今期嘅第1張 AR 出嚟啦，赤面龍，我幾中意呢張。好，黛拉基翁。道具拆除器，選擇對方最多2隻場上嘅精靈，拆咗佢嘅精靈道具卡。保姆蟲、哥德小童、水水賊、扒手貓、雷電斑馬、燕舞王。好，係啦，頭先講嘅其中一張癲嘢啦，就係特殊能量燃火能量啊！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咧佢呢個係用完即棄噶，一次性物品。咁啊，如果你放喺未進化嘅精靈卡就係只能夠視為1個模式能量，但係你用喺進化嘅精靈身上咧，就可以視為3個能量。癲呢？哥德寶寶、種子鐵球、野蠻鱸魚、探探鼠，又係你唔開心。
萊希拉姆 EX 啊，總算係中到一張似樣嘅 ER， 係啊，今期第一張 ER 算係俾啲希望我。萊希拉姆佢第二招咧就係除咗83攻擊力之後，就可以另外加對手已獲得嘅獎賞卡數成50點，所以佢係冇捷克羅姆咁受歡迎。捷克羅姆扣30血，因為佢唔同 online 版啦。online 版就你每個回合都可以差一個能量，但係手牌你一定要攞到張能量卡你先可以差到，所以正常點解啲人會寧願揀捷克羅姆嘅？即係寧願扣30血都唔想唔知幾時先差到。同埋頭巾運運，唔係仲有啊？猛攻手壓呢個都好用嘅，就係放喺自己冇規則嘅精靈身上咧，就可以對對手嘅寶可夢 EX 扣多30血。係啊，石丸子、迷你兵、木棉球、能量回收，一樣得呢個都係復刻嘅。咁啊，以前都出過㗎，就喺呢個 discard pile 度攞2張 basic energy。齒輪怪、勇士雄鷹、容蟻獸、暖暖豬、雙手暴龍、功夫油、炒炒豬、始祖大鳥，都幾煩交㗎。酷炮、泥巴魚、齒輪儀、無頭小鷹、雙刃丸、迷你兵、哥德小姐、龐岩怪、鐵蟻、陳舊的羽毛化石、小嘴窩、哈約克、柯德小姐、不力吉翁、打擊鬼、象徵鳥、鴨寶寶、炒炒豬、齒輪組、頭巾運運，今期嘅第2張 AR， 今期嘅第2張 ER。爆炸頭水牛 EX， 佢嘅爆炸頭防守咧就喺呢個精靈咧係可以免傷30。好，赤面龍、師傅油、索羅亞、滾滾蝙蝠、種子鐵球、寶武蟲，今期嘅第3張 AR， 黛拉基翁、泥巴魚、長毛狗、小嘴窩、爆香猴、哥德寶寶、燕舞王、死神官、龐岩怪、電蜘蛛、石丸子、陳舊嘅羽毛化石、破破袋、死神官。哇！咩完中到張正嘢啊！唔錯唔錯，萊希拉姆嘅 SR 係啊。張卡嘅能力就講過啦，唔重複啦。靚仔靚仔，入 cut 套入 cut 套，咁先係噶嘛？白色嘢入白色 cut 套啊！靚仔晒，能量回收，打擊鬼，扒手貓，寶包揀，四季鹿。冇天鵝、龍捲雲、雷電斑馬、深蝙蝠、齒輪儀、探探鼠、畫畫小子、打擊鬼、海路迪歐。好，咁啊，今期嘅第3張 ER， 始祖小鳥、捕哨鼠、蟲寶包、炒炒豬、雷電蟲、龍捲雲、索羅亞克、寶武蟲、爆香魚、多多兵、雙手暴龍、單手龍、鴨寶寶、哥德小姐、灰塵山、黑蓮，由自己牌庫抽3張卡。輕飄飄哭哭面具哈約克。好，今期嘅最後一張啦，如無意外，最後一張嘅 AR。今期啲 AR 其實都幾靚，滾滾蝙蝠都係一張我都幾中意嘅一張 AR。好，大劍鬼、雙倍多多病、堅果啞鈴、暖暖豬、小約克、齒輪組、無頭小鷹、蜂妖精 EX 應該就係、唔係喎，有機會做一張喎。第4張嘅 ER。
豆子，由自己牌庫選擇進化精靈同埋能量卡各一張，俾對手睇完之後加入手牌，好用呢張，都係8沓卡。萌芽鹿，好，last 一包啦，係咪仲有一張2R 咧？木棉球、地萬岩、功夫油、泥巴魚，冇啦。始祖大鳥、滑稽演員、象徵鳥，好完。總結一下先，15張嘅免閃，一張嘅免閃係大師球，咁應該係每盒有一張嘅，以我所知都係。普通嘅 R 咧，應該係14，唔係15張。好，哦，咁即係頭先嗰盒多一張2R 喎，因為呢盒得4張啫，係啦，4張2R。4張 AR 同埋火底嘅呢張 SR， 火系嘅都會有送啊，咁所以呢度羅希拉姆有火系1包，捷克羅姆、三手惡龍、海路迪歐、羅希拉姆，第2包啦，爆炸頭水牛、蓋洛塞克特、三手惡龍、郡主蛇、蓋洛塞克特、捷克羅姆、胖嘟嘟，其實真係嚟去呢幾隻啫喎，佢又唔係真係好多。美洛耶塔、海路迪歐、美洛耶塔好似10種度啊！蜂妖精、美洛耶塔、龍頭地鼠、羅希拉姆、郡主蛇，好咁啊！有3包係有火系嘅，咁原來火系都係得羅希拉姆嘅啫喎，就好似黑嗰盒咧就係得捷克羅姆係女系啫喎。今期問題好簡單，就係問今期有啲咩特色，講其中一樣就得啦。咁啊答中又被抽中嘅就會送呢個是但1包嚇，咁啊大家要講明係想要邊隻。7克伏特嘅就有2個名額，而純白閃現就有3個名額，咁一共係有5個得獎者嘅。就係咁啦，今次條片嚟到呢度，咁啊最後祝福所有睇過呢條片嘅朋友仔，想中乜就開中乜，再見。即係捷克羅姆同埋羅希拉姆全黑白影印，仲矜貴過一般彩色影印都算啊！但我想問 promo card 嗰張比克提尼係咩事啊？嚇，完成品嚟㗎？係咪漏啲塗層啊？你話比克提尼本身成隻都係紅色就話啫，即係你話百變怪印一張全粉紫色嘅我都好 make sense，但係比克提尼做咩要整到咁樣咧？係咪設計師好唔中意比克提尼？